Hello，我係 Teacher Rocky。網上嘅同學仔留言有個幾好嘅建議，佢問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冷暖色調對水彩嘅重要性？當然可以啦。而家我哋就開始。繪畫當中嘅冷暖色調協調係非常之重要，因為佢直接影響咗畫面嘅氣氛、情感表達同埋視覺嘅平衡。以下見到嘅係我過去幾張唔同嘅作品。紅、橙、黃暖色調通常帶嚟溫暖、活力或者歡樂嘅感覺，但係有時候配合唔同形狀嘅構圖、氣氛，會帶出危險、刺激或者驚恐嘅象徵意義。喺冷色調嘅藍、綠、紫色等等，俾人平靜、理性，有陣時係沉靜、有憂鬱嘅感覺。比較深入詳細一啲冷暖色系嘅定義，可以參考我 Chapter 20色彩學嘅講解。喺示範之前，我先講解下繪畫呢個參考圖片嘅基本透視結構係點樣配合冷暖色調嘅發揮。參考圖片嘅地平線大約喺整個畫面嘅中間，垂直嘅交界係一點透視嘅消失點。由消失點拉出發射線，可以輕易確定路軌同埋地面嘅透視線條。有咗發射線嘅輔助，我哋可以輕易畫出火車立方體嘅透視基本形。有咗透視配合冷暖色調，使到整個作品有強烈嘅動態感覺。今集我主要回應同學仔嘅提問，示範同埋講解冷暖色對水彩嘅重要性。今次我主要用水彩透明重疊嘅方法，單一嘅技術去完成成個示範。首先，我平塗整個藍色作為天空嘅基礎顏色。第一層藍色未乾嘅時候，我用紙巾印出雲嘅基本形狀。剛才我提過，用單一嘅技術去完成整個作品，等大家容易練習同埋理解。我等第一層藍色完全乾透之後，再平塗上第二層嘅水彩。雲嘅陰影部分，我混合咗好淡嘅紫藍色畫上。呢個係利用咗色環上面嘅鄰近色去處理陰影嘅部分。色環嘅參考亦都可以睇返我 Chapter 20嘅詳細講解。喺呢度同大家講下冷暖色對於空間同埋深度感嘅影響。冷色通常喺視覺上有退後嘅感覺，而暖色就會向前。所以透過冷暖色嘅對比，可以強化畫面透視嘅效果同埋空間嘅層次感啦。但係冷暖色對前後感嘅影響並冇特定永恆嘅標準。呢個唔係永恆嘅準則。例如暖色係黃昏嘅背景，配合透視都可以由後向前嘅感覺，係好需要整體嘅配合透視構圖去控制整個畫面。剛才電線桿、車頂同埋頭髮，我都係用咗啡色加藍色去做一個中間暖灰去處理。地上面泥土嘅顏色，我就用咗 Burnt Sienna 薄薄咁塗上，作為底層基礎色。有效嘅協調冷暖色，可以等觀眾更加清楚感受到畫畫嘅人嘅情緒。當整體畫面係偏冷色，適量咁放入暖色嘅主體，可以引導觀眾喺焦點上面。相反嘅亦都係一樣。呢個係創造視覺焦點嘅其中一個方法。而家大家見到我用啡色加上較多嘅藍色，冷暖色混合做咗一個冷灰，去處理木屋仔嘅部分。火車嘅內部，我用藍色加黃色做咗一個湖水藍做底色。我用啡色加藍色做咗一個冷灰，作為車底機械嘅基礎顏色。啡色係暖色，藍色係冷色。剛才我用咗冷暖色去做混色。路軌向天嘅一面，我用咗淡藍色去處理，因為係反射天空嘅藍。
當藍色嘅地方乾咗，我會響路軌旁邊用好深嘅啡色做路軌嘅陰影。車廂嘅第一層已經乾咗，我用藍色重疊嘅手法做出車廂內部嘅細緻。慢慢做，要等第一層乾咗之後再塗上第二層，咁樣做繪畫過程更加清晰同埋企理。呢個平塗方法可以幫助了解練習水彩嘅基本，但係千祈唔好睇小基本練習，做得好亦都係一張出色嘅作品。當唔同基本功集合一齊嘅時候，因應每次繪畫時嘅需要，可以做出唔同嘅效果同埋風格。電線桿第一層乾咗之後，我哋用啡色塗上第二層作為陰影。車站月台邊緣嘅磚塊，我用土黃色加藍色做底層。喺等緊顏色乾嘅時候，我哋可以處理其他嘅部分。我用紫色加深啡色作為頭髮嘅陰影，只要2個層次已經可以做到好強嘅立體感。我哋唔係畫人像，只係風景畫裏面一個人物，所以唔需要處理太細緻，只需要交代基本光影就可以啦。屋仔嘅陰影我用咗 Indigo 深藍色開稀塗上第二層。裙嘅上色方法同剛才所做過嘅步驟都係差唔多，先用 Indigo 塗上一個平色，乾咗之後塗上第二層，就會得到簡潔嘅陰影效果。我用咗 Indigo 加啡色做出門嘅邊線陰影。屋仔喺呢張風景畫裏面係次要嘅元素，已經有足夠嘅層次感，唔需要做太多。月台磚塊嘅第一層顏色已經乾透，我用藍色透疊畫出磚塊嘅質感。磚塊嘅坑紋我用咗 Burnt Umber 畫上幼線條去交代。月台嘅地面我用啡色加藍色做咗一個冷灰做基礎先。跟住落嚟，其他部分嘅處理方法都係大同小異，大家可以透過影片可以清楚了解。喺呢度我講一講月台第二個 layer， 我將筆放平移動，可以得到乾筆不規則質感嘅效果。雖然暖色會有向前同埋進取嘅感覺，但係喺呢度以路軌嚟講，雖然陰影部分傾向於暖色，但係佢係一個冷暖色混合嘅熟色。熟色係經過混和之後降低某種顏色嘅純度，都會有一種俾人穩定嘅感覺。路軌向天嘅部分係單一嘅藍色，陰影部分係混合咗嘅顏色，所以喺呢個時候單一嘅藍色係會有向上嘅感覺。皮膚色調色好簡單，用橙紅色加少少土黃色開稀就可以啦。因為空氣之中含有水分，所以最遠嘅山就用比較淡嘅色調。樹葉同樹枝嘅處理手法一樣，都係用2至3個分層
去做出立體感。遠嘅山淡色，近一啲嘅做一啲比較深同濃一啲嘅，因為距離遠，所以只做一個平色就可以啦。列車嘅車身用土黃色加黃色先做一個基礎色。帶有桃紅色嘅車身，我用咗紅色加少少橙紅，用水溝淡。喺等緊車身乾嘅時候，可以同時處理其他部分，咁就唔使坐喺度白等時間過啦。每疊上一層色，層次就更加豐富同埋有立體感。車底嘅陰影只需要薄塗上一層冷灰就可以啦。呢個時候車身嘅桃紅色都乾咗啦，我用返原本嘅桃紅色塗上第二層，突出喺陽光下嘅明暗反差。路軌側面嘅陰影，我用 Indigo 塗上薄薄一層，層次感已經好突出啦。車燈嘅陰影，我用一隻較淡嘅藍色薄塗上作為陰影，因為 Indigo 太深色啦。我哋要謹記，因應唔同嘅基本色，所選用嘅透疊顏色嘅深淺要作出適當嘅調節，咁樣可以避免陰影太深而影響主體色彩嘅整體感。樹枝做第三層陰影啦，啡色加 Indigo 夠深，已經表現出好深嘅層次感。最後皮膚色嘅陰影，我只需要薄薄咁塗上一層紫紅色，透疊返皮膚底層嘅橙紅色，已經有好強烈嘅明暗效果。咁樣簡潔嘅處理，令到皮膚唔會覺得污糟，更加帶有透徹同埋陽光感。今日主題雖然係講解冷暖色調，但係我哋同時都練習咗透視同埋水彩透疊法嘅技巧。響繪畫同埋藝術方面有咩想知道嘅，可以響 comment 留言話我知。Like、subscribe、share，支持我做更多有質素嘅影片示範。拜拜。